大家好，我是虞美人，我是蔡尚宪，我是许志豪。想听更多好歌吗？想看更多影片吗？赶快追踪红人榜的脸书、IG 还有 YouTube 频道，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为什么他们认为我们这样讲，人家就会定？因为你有号召力啊，还是有号召力。我们有号召力哈，我不这么认为，不然你证明给我看。赶快证明，证明一下啦，订阅起来啊，赶快订啦！林雅婷18关车轮战遭遇超强魔王阻拦。攻击力非常强的，旁边的阿丁就要小心了。关键时刻身体不适，状况不稳。我现在的心情就是非常难受。第一个紧张嘛，然后再来就是我现在身体非常不舒服。表现欠佳的雅婷，面对高分魔王，卫冕之路困难重重。欢迎收看《超级红人榜》，我是虞美人，我是蔡尚宪，我是许志豪。今天有告老街的，叫做小朋友来啊！哎呦，嗨，小朋友们，我们的贵宾在那边啦。他们是今年的小小歌王体验营最可爱的小朋友。听说他们的课程很丰富哦，早上就去练歌啊、练舞，对不对？而且律动啊，他们待会还要进专业的录音室录音呢。哇，这么好哦！所以哈，我跟你讲，各位亲爱的朋友哈，您放心，因大家镜头哈，我拢给哈拍好好的留起来。真的真因为的10年就红了，对不对？要回顾往事的时候，是不是？今晚都开始不用啊。哦，美人姐，你刚好跟大家合照哦。有啊，你真的是很有亲和力的大明星，真的真的，因为人家那很快的，哇，讲虞美人，你过来，我说好，一路指着指名道姓呢，你就过去了。蔡尚宪，咱今晚底下讲个做欢喜哦，不过今仔日是一个人做紧张的大日子哦。有呀，阿婷啊，今天你要闯第18关的车轮战。我都在你后台伪装的时候，我都看他心神不宁，哦，因为他完全不知道今天的魔王是谁来挑我战。相信他还要必须去记住他今天的歌词。对，一盖唱叫嘴，那叫嘴对瓜，你看他有多难，对呀，而且台语不是他的母语呢。哦，大家哈，现在赶快上他的粉丝页哈，给他按赞留言，加油！是，大家做伙来替雅婷加油！好，今晚就先来欢迎评审团，头一位是陈子红老师、许常德老师、陈建伟老师、荒山亮老师，刷到来是偶像组卫冕者谢依玉、宝座候选人邝泽东，也有青春组登顶来闯车轮战的林雅婷。来哦，偶像组的卡位赛有请卫冕者谢佩仪、谢依玉，宝座候选人邝泽东，欢迎两位。大家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的邝泽东。大家好，我是来自高雄林园的谢玉 Severhe。今天呢要唱的歌啊，好像都跟家里的这个亲人有关系哦，真的，对不对哈？两位都是。今天带来这首歌叫《看过你球》，是带给我的外公的。对。然后我送给他是因为想怀念以前我们的那个经历，就是因为他10年前我10岁的时候在上课，然后接到电话说阿公中风，对，然后我现在10多年了，所以就是他小时候会带我出门玩啊，什么兜风，然后他骑车就抱着他，肚子大大的，很有安全感。中风到现在10年都卧床哦。就是他是一般的身体不能动，对，也说不了话，就十多年都是这样子。所以是想到曾经有过的祖孙的这样子的一个相处的时光，对，就送给他这首。好，看过你去，OK， 好，那谢佩仪呢？我今天带来是妈妈恰利亚波丢。OK， 为什么会想唱这首？因为阿昼就是之前他都会去跟邻居喝酒嘛，然后他就喝完酒回来，他就会对着我们5个小朋友，然后他就很开心的唱这首歌给我们听，这样。然后唱完的时候，因为我们就会拍手嘛，然后阿昼就会手伸进口袋，然后就我们5个小朋友对发钱开始，然后你老公后抓什么事准备抢，我们来拍手。这些小朋友拢会使去，伊今嘛可能袂唱啦，因为伊嘛是
中风。哦对对对。然后我想说，我趁现在还在这个舞台上，留一首歌给他。对，然后他现在虽然就是中风，然后也重听嘛，我希望在播出的时候，我可以帮他戴耳机，然后让他看，对，唤起他之前的回忆。其实有时候我感觉吼，咱这唱台语歌的这囡仔吼，唔知是因为吼，这种祖孙情特别的浓烈哈，然后我感觉在唱台语歌的囡仔拢就秀景，好，这是我真的很深刻的一个感觉啊，所以真的是有点感动哈。好，那刺客呢？好，这位也是非常孝顺的孩子啊，来自金门。而且他年纪轻轻哦，就2度获得全金门县歌唱比赛的冠军哦！掌声的欢迎小高高伟哲来挑战。评审老师、主持人，大家好，我是高伟哲，来自金门，也可以叫我高伟哲。高伟啊，高伟哲哎，高伟哲，高伟哲，这一定是同学乱取，对不对？从小就被这样取，因为谐音嘛，高伟哲嘛，小时候又爱讲话这样。那你参加金门的什么歌唱比赛啊？我参加金门的花蛤季的歌唱比赛。花蛤哦，花蛤蜊，对，这是咱金门的特产呀，特产，大粒还是细粒？很小颗嘞，都现在都很小颗，因为都。台语安怎讲？我真正唔知诶。灰蛤吧？不是灰蛤嘛？灰蛤吧，头先有灰蛤吧？灰蛤吧，小小的是不是？好食不？哦，真正好食，对吧？真正好食。炒那个9层塔呢？其实我来讲哦，你若讲到金门哈，金门的石蚵哈，是我食过上好食的蚵啊。什么蚵？石蚵，真的小小颗的蛤蜊，很甜。有够好食啊！金门的迄个蚵仔煎有无？拢蚵啊。没有什么煎呐，没有什么蛋跟那个，没有什么有嫩啊，有嫩有韭菜，不过蚵仔它米粉嘛少啦，米粉嘛少，就最好拢蚵仔安尼。对啊。讲起来想要来金门啊！系啊，不然就组一团来，好不好？好，你若过20关，我过来。好。啊，你今仔日要唱什么歌？一首叫《阿爸》，送给爸爸的，因为其实爸爸是一个演员，对，然后因为发生一些事情，然后现在可能在进修，但是。其实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次我国中的时候，那我突然有一天接到记者的电话，他打来就问我说，你知道那个你对于你爸负债有什么看法？这样子，我那时候整个我鬼灰体，我完全不知道有这件事情，然后后来其实那段时间我对他蛮不谅解的，到后来看到他改变，然后努力赚钱再还钱啊。我觉得我现在是算从对他失望变崇拜吧，对，变失望变崇拜，然后今天刚好又是他的生日，我想要送给他这首歌，真的是不容易哈，有时候父子之间的感情真的是非外人所能理解的哈，有崇拜，因为爸爸都是咱的山嘛，对不哈？然后有时候山竟然来帮起，哈。帮给了，山个起起来啊，对不哈？那这个过程里面，其实对一个男孩子的成长的历程里面也是很重要，对不对哈？能够这样体谅，我们也希望所有的浪子爸爸都会变成金不换，好不好？哈，谢谢啊，因为你一定要努力，因为你的孩子也在仰望着你，好不好？哈啊。更加困难，你嘛爱经过，安尼好不好？哈，不是为你家己尔，你爱为着你的囡仔想啊，对不？对，系啊，哈，有看到伊改变啊。系啊，你的改变，伊嘛改变，啊也有勇气，安尼好不好？哈，好，讲安尼，家己拢感动起来。真正啊，因为我甲因爸爸有做伙拍过戏，伊嘛是得做侪奖，入围真侪届，是演戏这方面真专业、真细腻。啊，无紧，行歹路，咱愿意要去修修的。啊好。孩子做一个榜样，感觉真好。咱来看这3个少年呢，对因厝的时代的怀念哈，来欢迎。上亲爱的阿爸，阮想要搁叫你一声，像伊早你写的歌，感情放路唱袂煞，
我上思念的后爸，我愿唱歌来予你听，歌声亲像伊啊，带你回来阮这，要用什么批纸慢慢写，阮讲的话你才会知影，唔通听，永远行，讲你离开这。我们在长大，守着家，守着那温馨的烛光下，沉默安静的对话，我逃过阿爸心酸。要用什么批纸慢慢写？阮讲的话你才会知影，唔通听，唔愿行，讲你离开这。我们在长大，守着家，守着那温馨的烛光下，沉默安静的对话，我逃过阿爸心酸。谢谢高伟哲。接下来邝哲东带来的歌曲是《看阮的手》。看阮的手。偶像族邝泽东、谢依玉战况激烈，邝泽东初登场，一鸣惊人。听你唱这个歌啊，会有一种期待感，更是终结谢依玉的卫冕之路。隔周却是谢依玉实力爆发。这首歌呢，是我近期来听你唱歌唱的最好的。高分夺回宝座。今天两人火力全开，一决高下。今天带来这首歌曲叫《看阮的手》，是送给我的外公。我会注入很多的情感，然后来怀念我们的过去。带来是妈妈恰利亚波丢，我希望这首歌呢，我可以把它唱好，然后可以唤起阿周还没有生病的时候的记忆。妈妈恰利亚波实力相当的两人，谁能获胜？看阮的手，揽着小雨，看阮的手，对你。脚步，牵你的手，行咱的路，牵你的手，不惊艰苦。
行咱的路。谢谢邝泽东。接下来谢依玉带来的歌曲是《妈妈，请你也保重》。若想起故乡，目屎就流落来。免怪伊请你放心，我的阿母。虽然是孤单一个，虽然是孤单一个，我也来到他乡的一个城都。不过我是真勇行的，妈妈，请你也保重。话讲面想陪写回来寄予你，希望会平安过我的阿母。想彼时强强离开，想彼时强强离开，我也来到他乡的一个城都。不过我是真打拼的，妈妈，请你也保重。谢谢。好，我们马上来请陈子红老师为我们做讲评。伟哲，老师好，我觉得你的声音很有特色，谢谢老师，很有你自己的风格，而且你的假音蛮不错的哦，你就转音转上去蛮自然。那有点可惜是你到后半的时候有一点点乱掉哦，不管是音准还是拍子都差一点点，但整体来说，我觉得你今天的表现还不错啊。那你可以就是把你的稳定度再抓好，就会好很多。好，谢谢老师。然后泽东，泽东今天唱这个歌，很直接，很真诚，好，然后但有些地方的修饰音其实可以再多一点点，哦，比方说尾音的收尾啊这些，那整体来讲也还不错，只是有最后一个那个 low 那个长音，因为你很长，你拉得很长，所以那个音准有一点点不是那么稳定啊，哦，这个地方要注意一下。好，马上请荒山亮老师为我们做讲评。今天三位都表现得很好，各有特色，我觉得哈。那我先讲伟哲，我觉得你的那个 A 段就已经很有感情，我已经被你感动到，然后加上你刚刚讲的这些故事的部分，你有把这个感情带到歌曲里面来，然后你的这种比较混声的唱法，我觉得是很有特色的一个嗓音哦，然后而且你现在是就大杠然后但是会有一个建议，就是说在呼吸的控制上面，我觉得可以多多练习，因为不知道可能是你第一次来有点紧张吧，呼吸的部分比较急促一些，就是因为带太多情绪
对，有可能就是说就在句子跟句子中间有一些换气的声音会比较明显，这个就是会需要学习一点控制力。好，那这个部分是我小小的建议。谢谢老师。那谢维仪，这首歌你唱得很顺，很好听。然后就像我之前讲的，我发现你越来越有自己的味道，你也不会被任何歌的原唱绑住。好，然后你慢慢找到一些自己诠释歌曲的方向，我觉得很好，要继续保持。好，加油！谢谢老师，谢谢。好，马上请建伟老师为我们做讲评。这位题，我觉得你是完完全全清楚你的每一寸肌肉，你要怎么紧、怎么松、怎么用力，所以一整首歌听下来会听得到很多的细节。其实我觉得你的阿奏呢，应该可以完完全全感受到你对这首歌的这个怀念的这个氛围，因为你把这首歌该有的这个传统的这些技巧全部表现得淋漓尽致，所以我觉得你的演唱实力是一直在提升当中。然后泽东呢，我觉得你的音色从一开始我听到就非常的喜欢，然后我觉得也可以从这个歌曲当中听得出来你怎么做功课。从一开始进来是用清唱的方式，后面用你正常的音色跟你的弹性跟共鸣去表现，最后我想哇，你这应该变不出招了吧？哎，结果你用转的别的音去唱，你换了别的音，换了别的音阶跟别的音域去表现，所以其实你是有在这首歌上面做足你的声音最适合你的方式表现的一个功课。那我觉得可以听到歌手有这样子的前置功课，然后再到表现上可以真正呈现出来，其实是一个很好的示范。我觉得表现得很好，谢谢老师。那我们来看三位哥哥的这个分数，我们来帮他们加油，好不好？好。我们先看来高位让看嘛伊的分数哈，评审请下分数。来哦，来，在爸爸生日这一天，送给爸爸的歌，高伟哲第一次挑战的成绩，23.8分，好，不错的成绩。我们来看一下名次会不会有变动了。评审请下分数。邝泽东送给爷爷的歌曲来到了24分，这么高哈！哇，接下来就来看塞维仪啊，来看他会不会再创纪录，因为他已经5上宝座，4下宝座。来看看塞维仪挑战第2关，成绩会是如何？评审请下分数。哇，加油声特别大声！来看看塞维仪的成绩是24.1分，恭喜！谢谢老师，真的很惊险哦。谢谢你来哈，谢谢，谢谢，你是可以唱大歌的，谢谢。好，那么恭喜2位，好，登上我们的红人榜宝座，恭喜哦，谢谢老师，恭喜，恭喜咱的塞维仪谢意玉闯进了第2关，也恭喜泽东保有候选人资格。虽然输了，但是我感觉完成了一个人生的一个里程碑，这样子。之后，我其实也不会放弃这一条路，包括演戏啊、唱歌啊，或是直播，就是关于这类的，我都想要继续去朝这个方向去努力。一开始就是那个口齿啊、口语语气就是不清楚，所以想说就是挑战一下唱这个清唱，给自己突破一下这样子。希望阿周看到电视的时候，他可以非常的开心，因为他的孙子在电视上面，然后唱他喜欢的歌，对，然后希望他身体健康，这样就好。马上就来进行非常刺激精彩的地狱魔王车轮战，好恐怖哦！紧张哦。其实我们也蛮心疼不舍雅婷的，为什么？因为台语不是他的母语啊，他不是很熟悉。对。但是呢，他要一次准备5首歌，而且要跟5个魔王 PK， 这是考验他的什么？考验他的毅力，考验他的耐力，对不对？他的抗压性。哎呦。所以这真的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但是如果他能够过关，我们会帮他发行一个数位单曲。对，上一首就像品燕一样，对，他就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作品。所以这个挑战呢，是真的必须讲，出道前的这个磨练呢是必须的。但比赛开始之前，真的要好好谢谢这些魔王，
每次都愿意来这个舞台上跟我们的选手交流，刺激他们，让他们成长。对，我们知道雅婷是驻唱10几年的驻唱歌手，注意喽，这一回我们的魔王阵容全部都是以歌唱当做他的专业的高手，有谁呢？驻唱歌手，有活动歌手，有人气专业的直播主，所以呢，我要来跟各位讲一下哈，我们比赛制度呢，第一，魔王一律是以歌唱为职业的高手，我们才5战3胜，3胜才能够顺利在卫冕一关，平手算1败哦。好，那再来，魔王如果赢过这个雅婷，就可以得到奖金5000块，或者是一个打歌的机会。来喽，我们有请我们今天的女主角林雅婷阿婷瑶，有请。是嘞，大家好，我是来自台东的阿婷啊，林雅婷。你有没有想过自己会走到这个成绩？坦白说，其实没有，因为我那时候会来的时候，也只是想说挑战自己，也给自己一个机会去学习不一样的语言。是。然后我想说，我在第5关应该就薯条了啦。薯条，输掉啊，薯条了。然后想说，哦，就要吃薯条了啦。OK。我竟然还有办法撑到那个车轮战，我觉得是我蛮厉害的。而且这半年多以来，也自己感觉到有进步哈。我真的，我的台语有进步，而且我现在最大的收获就是台语。对，而且我现在我听得懂一点点，可是我现在也试着让自己讲台语，可是你们听不听得懂，也就不知道。哎呦，不然今晚就开始就是练习看卖。练习看卖好，我知。啊，你今日会紧张无？我会紧张，但是不要紧。我会努力，我会努力，我会拍片，我会拍片，我会努力，我一定会赢啦。其实大家拢听有呢，是啊，那伊咧讲完，我咧讲，我无啥要讲台语咧。系啊，我会努力啊，努力啊，我会努力啦，努力。啊，无问你一题啦，这较简单啦，就是你即摆准备挑战这第18关，对不？你压力上大的所在，你倒？挑战就是挑战，哦，挑战。你有压力无？我有压力啊，我有压力啊，我绝对要跟你赢啦！我有压力。我有压力真大啊！我晚上嘛困不去啊，因为我要背迄个歌词，歌词是。真正就难呢，就难背。对，你这个5地歌拢背好了吗？背好，我已经背好啊。拢背好啊，哈。啊，听讲这5首歌有特别的意思哟。爱人别人是使我，所以这5首歌。对啊，就是差不多5首歌，5首歌爱人别人熟悉我的人是有。好，熟悉你的人，我了解，要熟悉你什么代志咧？啊，要熟悉你什么物件咧？好啦，所以就是歌单有巧思啦，有5首歌让大家认识你的啦。对，啊，你都唔知我魔王是像嘛？哈，唔知呀，唔知呀。好，来喽，林雅婷第18关地狱魔王车轮战第1位魔王。演唱经验超过15年，曾经担任张信哲、任贤齐演唱会的嘉宾，曾经担任《劝世3姐妹》、川儿等知名音乐剧的歌唱指导及台语指导。你第一回合，你就要这个强棒出场，他也是我的指导老师，他是子红老师派来的魔王。哇！家己人太家己人，各位观众注意了，第1位魔王一鸣惊人，请出声。伊袂孤单伫遐，唔卡来哭出声，叫阮宝贝心肝，有闲就紧等来看我。林雅婷18关车轮战，信心满满。深情演绎拿手曲风，感动人心。我要请你听我爱你，特别有把握。更改编歌曲《我心已打烊》，热闹开唱。这回来唱歌，这回来唱歌，这回来唱歌。这也是我们原住民的国歌，所以我就对这个旋律是特别熟悉。
还有好友助阵，一同炸裂舞台。我非常有信心，因为这一首歌我还蛮有把握的。面对宝座，林雅婷势在必得。我会全力以赴来面对这一次的应展，加油，婷儿！筛子烂。一鸣惊人，请出声。伊袂孤单伫遐，毋卡来哭出声，叫阮宝贝心肝。有闲就紧回来看我。欢迎跨界美声谢纯雅老师。老师，哇哇！老师好，评审好，大家好，非常谢谢这么有分量的老师愿意来担任我们的魔王啊，真的是非常非常感谢，谢谢老师，雅雅老师，好，子荣老师是怎么逼你的？没有逼我，没有逼我，我也是来挑战自己的，因为我是一个很容易紧张的人。真的。但刚刚的歌声完全听不出来。我努力。而且刚刚在休息室啊，然后昌宪一看名单有雅雅老师的时候，他整个什么？对，因为我也不知道，我是今天才知道啊。而且雅雅老师是在指导那个音乐剧，对不对？对。那他们的那个台词跟唱词，其实那个表达的这个方式都不太一样，都要能够融会贯通。因为音乐剧就要唱，又要说，对不对？对。那有什么技巧要特别跟我们分享吗？就是我们音乐剧，其实就是我们讲一讲台词之后就要马上唱。那我们讲跟唱是不能有衔接感的，也就是说，你唱的时候要像讲台词一样，就是歌词即是台词，也是你的生活的语言这样。而且我那时候超级卡关的就是流行音乐唱法，对，跟舞台剧唱法差超多，一直卡住。但雅老师就是一直把我带到那个音乐剧的世界里面。所以今天呢，这个请到雅雅老师来，真的是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节目又一个新的一个境界，就是说，因为这个他本身的驻唱经验那么丰富了哈，对，所以要找到魔王来跟他这个 PK， 我们也是有用尽脑汁哈，当然绞尽脑汁啦哈，嘿啊，用心良苦哈。那请问一下老师，你今天要带什么歌来？伤心的歌，伤心的歌，陈建伟老师的歌。哇 ，OK 好。那因为我们都没有告诉阿丁奥说我们的魔王是谁，我们魔王要唱什么歌，所以他自己知道他有5首歌，然后他的歌单他自己决定要用哪一首歌。你第一首要用什么？我第一首要用那个国语版是我心已打烊，也就是我们原住民的国歌，然后我有请陈兆伟学长帮我改词，改台语歌词，台语词，所以会来唱歌。我也带了第一次舞女的舞团来帮我。舞女的舞团，你第一次登场的那几个啊？对，吵死你们！大家拭目以待。原来是笑话，所以才遐尼啊假。迷恋的人，每句拢讲甲惊天动地。海誓山盟，如何来证明？这是真爱的约定。负心的人，敢有谁？有真经反省，你的已经是一月的冰，偏偏我的理由原是遐尼坚定。当初美丽的手纸是放假是操蛋，是一支刺插你心肝。海水无变。敢讲你将我当作戆囝，石头无变烂，人
手着你美丽手纸，我着这样放我一场双人的戏，一个人换你足够。伤心的我，伤心的我，当下就觉得哇，雅婷今天遇到狮吼功了，所以谢谢你今天给我们这么教科书等级的表演。今天这个歌真的太厉害了，真的是教科书等级的一个表演。首战魔王实力惊人，林雅婷却是状态不佳。我现在的心情就是非常难受。第一个紧张嘛，然后再来就是我现在身体非常不舒服。身体不适的林雅婷还要面对魔王大军。林雅婷将连续3败，淘汰出局。所有的人生，予你心开我，看拢看不散。厝边头尾拢会唱歌，手牵着手，心念相伴。为生活充满无限的热情，结束一直拖。理想，咱的理想，不知目标伫倒。转来故乡看时代。我是太阳，我是太阳，我是一太阳。我是太阳，我是太阳，我是一太阳。我是太阳，我是太阳，我是一太阳。谢谢婷瑶。哇，这个是教科书等级的示范啦，没对不对？错老师。哦，有，这天花板的啦。老师，你打小孩哎？哇塞，谢谢。请阿德老师为我们做讲评。雅婷呢？老师好。
今天这一场啊，这一首歌最重要的地方不是要赢，知道吗？要做什么，知道吗？就是一个开场，让他想不到怎么样的开场。你就是尽情的在今天好好享受这5首歌。好刚才这一首歌呢，有1、2个地方歌词唱错，对不对？我没记啊。我最主要跟你讲说不重要，重要是在这样的一个气氛里面，尽情的去唱。尤其遇到一个这样的对手的时候，这不是对手而已哦。这就是你们是共同的组合，因为这一场比赛是你们2个一起联合撑起来的。好，谢谢。谢谢老师。谢谢，我们请子红老师为我们做讲评。好，那个雅老师果然，其实我也蛮紧张的，因为雅老师是我推荐的，然后我就知道他很容易紧张，对，所以但是我觉得今天这个歌真的太厉害了，真的太厉害了，而且这歌对我有特别的意义，是他这首歌的原唱那个陈建伟，当初做这首歌就在我们公司做的，而且今天阿伟有特别讲说，哇，这首歌女生唱很难唱，因为他的音域非常非常宽，而且他张力非常大，所以对，今天真的是教科书等级的一个表演啊，所以谢谢雅老师，谢谢老师。然后雅婷呢？老师，雅婷今天的这场表演，对你刚刚有对啊，你忘记了啦哈，你刚刚有忘词嘛，对不对？但是你现在忘记了，对，但不重要，真的不重要，就是你整个一个开场，觉得面对这么大的压力，你还可以这样的表现，我觉得相当的好。没错。然后后面4组，我不知道制作单位到底有多残忍，到底还会派什么样的来，好，但是我觉得不重要，你今天就是好好的表现好你自己就好了。OK， 加油！谢谢老师。加油！好，我们请建伟老师讲评。好，我其实不知道怎么评呢，因为2个表演是南辕北辙，2种不同类型。然后雅老师的技巧真的是不在话下，一开始的那个转音就是浓浓的 R&B 味道，跟我本来写这首歌的期待是完完全全贴合，而且更超过我本来自己的 R&B 的那个前面的味道。然后整首歌我听下来，就是当下就觉得哇，雅婷今天遇到狮吼功了，就是感觉像一个狮吼功对上一个凌波微步啊，2个表演是完全不同的那个功底哦。然后雅老师的这个 Little Gang 那边啊，我从来没想过可以这样唱，因为我气不够啊，我没有办法前面那一句接到 Little Gang 是完全不断气的。你是可以直接不断气，而且那个力道还可以再继续上去。而且我听完之后，我觉得你大概只用了大概6成力吧，就是你要再加个3成，应该是没问题。所以谢谢你今天给我们这么教科书等级的表演。谢谢老师，谢谢，谢谢。我们现在稍微可以理解雅婷丁啊说，他今天的5首歌是要让大家认识他的人事物，对不对？好，所以这是部落的国歌。好，我们来看一下春雅老师的成绩，评审请下分数。来哦，雅老师18关地狱魔王车轮战的第1位魔王谢春雅，雅老师的成绩24.7分，24.7分。现场欢声雷动，是连阿婷奥带来的4位舞群都为你欢呼。对，我只能说我们的节目太好看了，太好看了。我们来看看阿婷奥地狱魔王车轮战的第1个成绩，评审请下分数。加油加油，林雅婷！哇！也是来到一个非常高的分数，24.4分，非常高分。这个非常谢谢纯雅老师，好不好？本节目开播13年，第一次请到你 ，OK， 好，真的是非常谢谢，好，再一次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先休息，谢谢。我觉得他今天，因为还有他的好朋友们跟他一起跳舞，我就觉得很欣赏那个一起同乐，然后一起享受舞台那种感觉。我看他之前的表现，我都觉得他蛮稳定的，所以祝福他可以到最后一关。好了，但是我呢还是必须要执行我这个规则方面的一个介绍。没错，是的。目前的战况5战3胜，那么第1回合算1败，好不好？好，那我们就马上进行第2回合。先问你什么歌好了？
我准备了亮哥的歌是《探蛙亚一记》，我会唱这一首歌是要给阿嬷的，因为在这个节目我就只有，就上次就讲过爸爸跟孩子嘛，然后我这一次就想要唱给阿嬷，虽然阿嬷已经不在了，然后从小就是阿嬷都带着我去田里，就他在4、5点的时候，就是说啊，挺好，起来我们去田里，然后这样。可是后来久了，他年纪也大了，然后就渐渐有那个失智症。可是他没有忘记我，只是他的记忆一直在停留。小时候就是会叫我赶快我们去田里。他也不会想说我已经长大了这样，他说跟他的阿婷好不一样。可是他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非常清楚。我就是阿婷啊，所以我想要唱这首歌，就是献给阿妈，让阿妈看到我今天的成就，这样。第2位魔王，我来介绍他的简历：驻唱经验14年，飞碟电台歌唱比赛年度总冠军，快乐星期天第2届校园歌喉战的冠军，曾经发行过1张合集。第2位魔王。一鸣惊人，请出声。世间冷暖将玫瑰，寒冬也会变春天。马上来欢迎天生歌姬康思婷来挑战，欢迎。欢迎，袁姐好，志豪，还有你好，昌信好，OK， 你是国中就开始参加歌唱比赛，对不对？对，那个刚刚说到那个飞碟电台，那就是国中的时候。哇，所以你比赛经验非常丰富哦。算是自己喜欢唱歌，然后刚好知道有那个比赛，然后就那个时候是打电话，所以看不到人，不紧张。是。不过最后真的还是要上场，所以你非常了解他现在的心情，对不对？没错。对，我觉得真的好辛苦，一路以来真的你好棒。我们听了非常多他这一路过来过关斩将的故事，我觉得他的心理就跟现在那个奥运国手们一样，他们的心理素质要很好。那你真的一路走来，我希望你成功。对，真的。所以他是来给他鼓励的，就对了。没错。但是您不能放水哦。没有，只是今天在。选歌上，就是制作单位跟我联络的时候，我自己想说啊，我能够唱什么歌曲好呢？对，那因为从小时候比赛到现在嘛，我也年纪大了，已经成家有小朋友了。那有了孩子之后，第一个过的母亲节，我唱了这首台语歌，唱到第2句直接没办法唱。对，就是它是一个讲亲子之间的故事的歌曲。对，那我希望我自己刚当妈妈的时候，对，而且那时候刚好我儿子也才刚收拿完，然后都歌词唱到就还有画面哦，就直接就没有办法唱。现在小孩多大了？现在1岁7个月。1岁7个月了。对，还小啊，还行，对不对？还行。那你今天要带来什么歌曲？我要带来的就是凤飞飞的《心肝宝贝》。哇！我们马上来欢迎他。真的是从头到尾充满满满的母爱，很感动。魔王实力惊人，林雅婷搬出压箱宝，力抗魔王。我要请你听我讲，我爱你，抬头要撒手想生命，请你来爱生命。林雅婷可以力挽狂澜，卫冕成功吗？哇！月亮光光，天
鸟仔风吹拢总会飞，到底为什么？鱼仔船只拢是无脚，安怎会煞开？日头出来，日头落山，日头对倒去。村边仔的花，爱食的芳，伊是伫倒位？鸟仔有时风吹有山，才会天顶过。鱼仔有尾亲像行船，希望着后吹。日头出来，日头落山，日子拢安尼过。花谢花开，天暗天光，同款的尾地。轻轻听着船开声，心肝无飞行。你是阮的幸福希望，真足甲你请。万里情到，万里再见，万里我紧大，万里古水健康活泼，毋惊受风寒。谢谢康思婷。接下来林雅婷带来的歌曲是《趁我也会记》。怎样叫我放袂记？粗粗的滋味。怎样叫我放袂记？熟悉的气味。我想要转去，你出现的迄一日，我想要转去。谢谢，好好听的心瓜宝贝哦，哈，谢谢哎呦好像我们每个人都被他疼了一次这样哈，对不对？哎呀，而且思婷的声音好温暖，就是真的就是妈妈哎。好啦，哦，啊，到底谁会停下来呢？哈，两个都是停，好不好？好，我们先请荒山亮老师为我们做讲评。
好哇，真的是2首非常感人的歌曲，然后那个诗婷的这首真的是从头到尾充满满满的母爱哎，然后可以在每一字句当中，就是感受到你对小孩的那个爱，然后很感动，很感动。然后我觉得，这首歌我跟原唱还是有不一样啦。哈，你有很多东西是你自己的口气，你自己的意思。那我觉得唱歌到这样子的方式，那才真正是对的，不是说去学原唱。我觉得你就把你自己对你自己小孩的爱，完全就放在这首歌里面表演给我们。就直接传达给我们，谢谢老师，非常感动。谢谢。好，然后那个雅婷，老师好。哇，我没有想到我会被我自己的歌感动。然后你有很多地方也是一样哦，你也没有模仿我，你把你自己的味道唱出来，你把自己对阿嬷的思念放在这个歌里面，哇，我觉得好棒。那有一句你有改音，对不对？人生那无你，那首歌那个音你把它改的，我本来是人生那无你，对不对？但是我接受，我觉得那个是你的感觉，然后而且是你的语气，然后而且在音乐上是合理的，所以我们就不会去纠结说那是不是原来的意思，原唱的意思，你已经把它变成你的歌了，所以很棒。加油！谢谢老师。好，接下来我们请阿德老师为我们做讲评。雅婷，老师好。现在压力有没有很大？现在唱这个第2首歌的时候，有没有压力非常大？有。我告诉你，我跟着你一起觉得压力很大。啊，所以我要听你的歌的时候，有时候会因为很想跟你分担一些压力哦，然后就会在一些危险的地方就在那边等说能不能过关。就这种感觉啊！今天这首歌呢，我觉得在这样的时候的心情，就是感觉机会快要消失，又好像可以掌握住了那种心情，唱这个心情刚刚好。啊，我觉得今天你们2个都有给我听到一个让自己在一首歌经典的歌里面成立的范本。啊，谢谢。谢谢老师。好，我们请建伟老师。好，思婷。刚刚从你的歌曲里面听到很温暖的感觉，而且我可以感受到你把很多音唱得更圆润、更圆融了。因为你的手势，我看到你的手势是这样子去把一个转音，然后音阶的改变，利用这个方式去让它更融洽一点。所以我觉得。我不晓得以前你唱歌有没有这么圆融，或许以前可能比较多次或怎么样，或者是你很习惯这样的唱法。但从这首歌当中，我看得到一个妈妈对于一个孩子的爱，然后那个温暖的感觉是由心里面真正这样子，连一个转音都想要让他顺顺的孩子可以过去，这样完完全全可以理解一个母亲对孩子的爱有多伟大。谢谢，哎呀。一个唱给老的，一个唱给小的，是对不对？对，哎，人生就是这样，把小的拉拔大了，哪有希望能够好好的送老的走，对不对？哈，啊，我公安立马没有办法缓和气氛，哈，我们下来看咱的成绩，因为咱5战3胜，哈，啊，车轮战的第一轮，哈，18关，哈，啊那。啊，好啦，不来看成绩。我卖个想啦，咱先看啦。好啦。我做起来你讲预言什么代志？卖讲，好，哎，来今嘛来看咱的，哦，思婷，好，思婷哎，成绩，评审请下分数。来喽，第18关第1波车轮战第2位魔王康思婷老师的成绩来到了。哇！24.25哈，谢谢。第2回合，来，直接就来看看啊，听到第2回合的成绩啊，来点尖叫声吧，帮阿听奥加油！评审请下分数，来喽！阿听奥第2回合的成绩会收下第2棒，拿下第1胜。林雅婷惊险获得第1胜，却又遇神秘魔王出大招。
重新咀嚼以后，然后想让我们看到你看到的画面，这是唱这种歌很重要的态度，你今天有做到，所以我很替你隔壁那个感谢。唱功开始有发挥出来，对，然后我就开始替那个阿婷就越来越担心。林雅婷距离宝座越来越远啦！评审请下分数，来喽！阿婷奥第2回合的成绩会收下第2分，拿下第1胜。哎呦，24.4分，哇！差一点点。差一点点。OK， 好，我们要非常非常谢谢思婷啊，谢谢你的歌真的好好听啊，谢谢谢谢谢谢，好。我很佩服他的是，他很松，就他没有一个参赛者的紧张或什么的。从前面，因为我们很早就进去 standby 嘛，所以从前面他跟第1位魔王去 PK 的时候，我就觉得，对我就觉得他真的状态很好，就是状态很松，没有就是紧张的感觉。那首歌曲我们可能刚好都是走一个情感路线，然后所以我觉得很棒，我也很享受他的歌声当中这样子。目前的比数呢是2个回合1胜1败。OK， 好，马上要进行的是第3回合。没错，好，还好吗？你的情绪现在可以。那你第3首有准备要唱什么吗？有。先不告诉我们了。哎，现在要先讲吗？可以啊，可以啊，我们才决定我们要用谁啊？对，可以这样哦。可以啊，我们也有战术的呀，你们很像对方的呢。你怎么现在才发现？哇，怎么过？哇，哎，我带来那个良心。哎呦，你说论坛那响的良心啊？对，良心。这首很经典。为什么？好帅。为什么？其实这一首歌是我来的时候我就已经开的歌单，然后一直都没有机会让我唱，都不要让我唱啊！良心是要让大家认识你的人事物的哪一个？就是我们台东的乐团以及我的伯乐黑孩子乐团，开启他唱歌的伯乐，他踏入这个歧途哈，用《良心》这首歌能够表现他的这个乐团跟他的开发他的这个伯乐，对不对？是 OK， 好，这个也算是可以啦，言之成理哦。好，好，第3位魔王，他的经历，直播演唱资历超过7年，发行1张台语创作单曲，4首数位单曲，曾经获得平民巨星比赛周冠军，与游鸿明合唱过《无字的情批》，举办过1场专场演唱会。第3位魔王，一鸣惊人，请出声。无眠无你思念的惊，心酸无地藏，怎么心情搁再爱别人，用多心等待你来做我。掌声的欢迎甜美女生陈韵乔，欢迎。大家好，我是陈韵乔。哎，你好。你好，有点紧张哎。从小听台语歌长大，没错，从小都是听那个台语歌长大，然后我在直播当中或者是现场的演出都会穿插一些台语歌，然后希望可以借由自己小小的力量，然后把自己喜欢的台语歌分享给大家。对，那你有参加一些电视的演出吗？之前有参加过那个平民巨星的比赛，然后那时候很开心可以在那个阶段拿到周冠军，然后跟游鸿明老师一起合唱《无列金杯》，然后很开心，因为这首歌也让很多喜欢听台语歌的朋友，然后知道我，然后认识到我，而且点阅率很高哦。对，那时候还有50-60万，对，50多的，对，观看次数，对，观看次数。那你对我们阿婷奥的歌声有研究一番吗？我真的很喜欢他在舞台上的那种很松弛感，
就是松弛你都看出来。不是的，我是说整个人现在有一个很自在，很自在，就伤了，就伤了。我就是说他的态度，对，很态度很非常的放松，很享受在这个舞台上面表演。是，对，很不像在比赛。对，他是态度很松啦，我们是肉很松啦，好不好？好，不讲啦，你别讲公是这条对吧？不过我对巧巧有一点好奇，是，你该不会是混血儿吧？因为是不是有混到日本？日本对不对？其实没有哎，其实没有，是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我是露露酱谢谢。今天很开心可以带到我们的超级红人榜。我来台湾最喜欢的节目。很开心今天可以来这里陪运巧比赛。哎呦，对，来这里然后已经圆梦。哎呀，喜欢吃台湾什么食物呢？我很喜欢吃那个小笼包。小笼包？珍珠奶茶。哦，那个什么那个凤梨酥喜欢吗？凤梨。很喜欢，大好き的。大好き。很喜欢。哎呦，可愛いね，大好きですね。悄悄桑，一当帮我们介绍我们的节目给日本的朋友，好不好？当然这没有问题的，很开心哦，可以站在这边呢，跟大家分享我最喜欢的台湾的比赛节目。那这个节目很特别，都是需要用台语。打一卦去表演你的故事，对，很希望大家可以不可喜欢听泰歌都一定要来多多观看，谢谢。哇，你什么时候会模仿日本人讲话？但我跟你如果现在转进来看的，以为说今天的魔王绝对是想说从日本请他来 PK 的。因为我自己小时候就很喜欢，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学表演，然后我也很喜欢模仿对，就是自己这样乱揣摩，然后刚好身边有朋友，就是刚好那时候录影这样子，然后就帮我 po 上去。然后那时候我记得有那种新著名的节目，然后那时候我问说，请问可以请露露酱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吗？谁是露露酱？就是我是露露酱。对，然后就说，不行的，不能去骗人嘞。有一句话就是叫你模仿啊，没有叫你超越啊，好不好？哎呦，真的好厉害哦，好厉害哦！我都忘记我要问他什么了。你今天要带什么歌？今天要带来是《无你的金杯》，马上来进行良心跟无你的金杯。
情花是啥什么？伊讲坚定的爱无勇气，才来用力变心意。伊讲坚定的爱无勇气，才来用力变分开。你的真假音的转换很厉害，今天觉得你唱这首歌唱得非常棒。重新咀嚼以后，然后想让我们看到你看到的画面，这是唱这种歌很重要的态度，你今天有做到，所以我很替你隔壁那个担心。战况未明，超强魔王紧接而来，情歌王子韦哲。人情世事嘛已经看透透，有啥人比你较重要？百万关主田妍梅。为何对我这么心向手软？当初的甜蜜如今拖。李雅婷即将止步于此，卫冕失败。精彩内容就在后礼拜同一个时间，全台唯一台语歌唱比赛节目《超级红人榜》。